年前食尾鸡，过年时大鱼大肉，过年后搁来啉春酒，应该是爱互咱的胃肠休困的时阵咯。营养师建议民众爱平均来食到6大类的食材，同时爱定时定量，互这个食食豆豆温和化，来减轻身体负担。便若到过年过节，得食大鱼大肉，山珍海味，四小食袂停。若是伫咧过年大扣2公斤，大约就是伫咧一天加食1500卡路里。营养师就建议民众伫咧年后会当巧巧食6大营养，袂散落才会紧。第一个就是我们一定要均衡的饮食。那这边的话，就是像我们有全谷根茎类、乳品类、水果类、蔬菜类。一天固定3顿，量嘛固定，亲像家用西，才能维持久长的饮食控制。啊，过年时大鱼大肉，食火锅搁食冰，互胃肠无爽快。营养师来教你安怎食，消化才会好。我们就是要采用温和的饮食。所谓的温和饮食，就是我们不要吃太多纤维的东西。温和食食，亲像当减食纤维粗的食材，安尼胃肠才袂无爽快。我是吴一璇，想要收看最新第一手的讯息，赶快加入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按赞，开启小铃铛，最专业的主播群说新闻给你听。